走，找你的老板去。表弟啊，你看你招的什么员工啊？臭员工啊！不是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咋回事啊？我打的就是他，没有一点眼力劲儿。我今天打他一次，我下次见他还要打。我说什么事儿啊？你打人啊？你问他去。老板是这样的，你看你表姐平时来拉个1800的货，你说让她拉走，今天她开了一个大货车来拉了一大货车货，把我仓库的货都差不多拉一大半走的。我让她签字给钱，她不给，她还把我拉到这里来打我。那你站过来点啊！你过来。不是我问你啊，你去拉货，你为什么不给钱呢？啊，表弟，我给什么钱呀？这个公司是你开的，是不是？我是你的亲表姐，那拉一点货怎么了？这少一车货又怎么了？是不是的？你再亲的表姐，再亲的关系是吧？这是公司，公司还有其他股东是吧？你把货拉了是吧？字也不签，钱也不给是吧？啊，我如何向其他股东交代呀？啊，这不都是你说了算吗？还是我说了算，那你也不能干这么混蛮不讲理的事儿啊！可是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驳我的面子，我还要不要点脸呐？他当什么面？他在坚守他的岗位职责啊！我认为他做的很对啊，驳那什么面子啊？那你要干的事儿就要像是人干的事儿啊！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什么叫不像人做的事儿？哎，你当着这个小员工还这样说你的表姐，你像不像话呀你？我什么像不像话啊？我做人做事从来是帮理不帮亲，你知道吧？你更何况人拉过来啊，谁给你的胆啊？你直接打员工啊！我告诉你呀，表弟，你不要现在仗着你是大老板啊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小的时候家里面是多可怜，穷的连饭都吃不起，是不是啊？差点